咱今仔日呢，学校要学习的是叫做详细上这是咱这公共课的这个资讯啊咱即摆来看第一段。咱第一段伊学校想讲要留一寡时间互咱付钱的时间，所以学校伊重点诸母疏离牵挂，问疑感灾无心地，坐立不安，ฮ็规然奈何劫煞大地皮，不忍远离受后者，真声批亲囝信，难以修成仙。这就是咧，甲咱讲，咱老母娘也拢伫即个无极的国家乡伫遐咧甲咱牵挂所以因为伊就是看即马是3期末结论的时阵即个时阵呢已经足侪结束所以伊真社会这就是咱父母本主时代，就是咱老母娘就来写所以伊第一届内底伊就讲着讲，到今时不计算602载，每受离大细苦，无心难安。咱老母娘一年自开天辟地因花生人咱老母娘派咱遮的原开佛祖就来即个凡间伫即个世间，但是呢，因为咱人的欲念愈济所以劫数就愈济，所以呢，造成咱即个兄弟姊妹在世间的无数的痛苦。所以咱老母娘想去讲，咱遮的原开佛祖伫即个世间咧受苦，其实伊嘛是心内真艰苦啦所以呢，咱讲着即个劫数伊顶下讲劫数大地片即个第2届内底伊就有咧讲，今仔日根本是3期劫苦贪运，天解乐地解长，气数已尽，为母5妻欺品德，伤损离心这个是第2届咱老母娘甲咱讲啦，伊讲咱即马是3期末劫的时阵即个有足侪个灾难已经呢就是讲即个众生兄弟姊妹呢，已经受即个苦难即种痛苦是无法度用言语来形容的因为咱这3期末劫咱青阳皮叫做龙含水劫，拢总有9劫；红阳皮呢，赤面火劫，拢总有18劫。咱白阳皮呢，有9981劫你也看这是拢倍数成长嘛叫做烟空风劫啦所以讲，咱讲着烟空风劫，就是透过即个空气以早伫即个武汉肺炎、新冠肺炎还未发生的之前，咱拢会认讲，安尼会发生第3届世界大战因为这空气嘛，已经就是原子炸弹炸落了后，透过空气会传播互咱人会多产生毛病你像日本迄个时阵呢，第2届的世界大战的时阵，日本美国伫日本的广岛甲长崎，伊投下了原子炸弹，迄经过几60年，拢有人的身体拢还阁受到影响但是呢，土迄个时阵呢伫即个广岛，因为迄个原子炸弹投落了后，伫即个广岛死16万伫长崎死差不多8万迄是一个区域性的即摆烟空风劫毋是呢，是世界性的，所以伫即个学校伫种即个旧年的12月的时阵来看讲即摆新冠肺炎的人数啦，就是讲确诊的人数甲死去的人数，迄个时阵呢，7500万人确诊，166万人死亡。到咱学校过来甲看的时阵呢，伊确诊是安怎？1亿1907万，5330
14个，啊死亡的2639713个人死亡。你也看，真差啊2-3个月时间加出100个人，100万人，死亡的人啦啊确诊的人，加出3000，差不多3000几万人。所以这是非常的恐怖，这个影响是全世界嘛所以讲，咱老师咧讲啊，天心、人心影响天时因为咱人心的变动，时势较会变动。所以讲，伫即个时势变人心的变，这是一体。就是讲，你人心的用量愈多，接个接触就愈多所以讲，天灾地灾产气数以尽，为无气周吉，上顺利心所以讲因老母娘伊讲，伊不忍心咱遮个种儿女，就是讲好诶歹诶拢当受考探，所以有遮一方面降即个降即个灾业，一方面呢会降即个道互咱遮个兄弟姊妹呢，当透过修办会当对到无极的国家中。那么第2段就是自比自叹还甘人，讲到做生毋敢忘，因华富贵较稳当，甘愿日日做春梦。修道暂时嘛请讲，等子孙若大汉，我才着志向。所以讲咱伫遮其实这足白话啊，互学来讲一个故事，这是迄日互学咱负责人主编的那个就是佛陀是有一天伊落山来，要度一个叫做黄华中将即个黄华中将，伊讲修道我足爱，食素食我嘛足爱，但是迄个咱的佛陀要叫伊讲，含伊做伙去山顶修持，讲袂当我阁有3件代志未完成，做3件代志咱佛陀就甲问伊讲我第一件就是我的大厝未起起来，第2件呢，就是讲我的父母生我养我的即个即个温情未报答。第3件就是咱的伊的迄种子女拢未嫁娶，你等我这3件代志，你若完成咧，我较含你来受着安尼啦就讲佛陀就讲安尼就是伊就成熟所以讲，所以伊就离开。那么等有一天黄华伊就开始咧起厝，起厝要上的时阵，即个木工伫顶悬有一个斧头。拄好要出来看无说，就叫斧头把它落来，所以伊因此就过往去。即摆过往去是毋是？就法师做做咧，伊个相片就吊伫即个人厝的壁咧。有一天佛陀过来的时阵呢，伊就讲看到伊的迄个肖影伫即个壁里面就是遗像啦伫壁里，伊就足感叹伊就感叹讲，昔日长者加上行，今朝壁上挂肖影，讲迄天还阁看伊加上安尼行，今仔日煞变成伊的微笑挂伫即个壁。好运念果不相救，何不让他三元性？讲咱即个念老王你较无慈悲一个啦，互伊这3个茫茫的当时通来修道啦所以伫遮佛就甲咱讲，好结缘时，请结缘莫待今年以来的今年是有今年事，不共无常在眼前。所以讲，伊嘛是甲咱讲咱若会当。真会当修学道，咱就来当下就来把握，咱莫唔通想讲我当时要创啥，当时要创啥，有当时无常一来呢，你着什么代志拢无法度通做，就像较早教书讲的拢咱是要行我们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但是你敢知影，你的这个长远的路的最后一天是当时，所以咱拢唔知嘛
第三段岁月消逝，比明流，今时不修，何时修？武上人若到修难留，子孙随人体荒丘，一时就火泪往流。上世修嘛，上世修环境无拄人，这嘛是真白话，咱一看就当知啦所以讲伫遮呢，和合要讲一个就是真实的故事，就是和合你敢有讲过来？我和合的表妹就是阮阿公的即个祖囝，第二祖囝，第二祖囝伊呢就是迄个第二个表妹，因兜附近有一个诊所，甲新规模，新规模咧讲免费免费，即个超音波啦。就讲我免费啦，咱我来讲检查看卖讲来做健康检查，结果一检查出来，甲状腺有肿瘤，有肿瘤即马就开始搁去北京，搁去详细检查，所以但是检查出来嘛是共款的结果啦，所以就刷啦，即阵呢，拄伫过年前嘛，即阵就开始伊过年前就开肿瘤切除，切除了后呢，过年了后开始做电疗，所以因为互合迄工拄好过年后想着讲即摆来想着我来甲阮表妹，互大表妹互合讲是互大表妹咧联络，最近好无安尼道一声早安，伊就我甲互合讲即个代志，即件代志。伊讲伊即摆要趁因小妹要去电疗之前，要去宜兰3个姊妹招招来，要去安尼放松，安尼佚佗一下所以后壁伊搁甲互合写3字，伊的感叹是讲人生安尼所以伊足感叹，因为伊家己本身伫2当前，伊嘛是做例行检查的时阵去发现讲伊的卵巢有问题，所以拔起来做化疗，所以因为平常时阮是阮也较少咧联络，所以若有倒来人无较说讲较大家靠咧联络。当伊面对讲这做化疗有可能就是会有一天会死亡的时阵伊迄阵传互互合讲我足想你咧，所以讲。就是讲，咱想讲，咱伊的无常伫咱前伊较会感觉讲，去想着咱即个表兄妹的即个感情安尼，所以讲其实呢，这嘛是老母娘咧甲咱讲咱爱把握当下好好来认真修办道，修办道即条路绝对是无毋对的，重要就是讲看咱要安怎。要安怎来将进行这个修办道，这是互合呢，因为互合在所较浅，所以呢，这是简单安尼简介。假使讲如果来讲了，毋对呢，请咱先去注意写对，请咱